終於完咗 World's 50 Best Bars Week 啦！香港酒吧 Baliones 世一啊，興奮到我連電話都唔見埋，喺度先屌垃圾公司 Uber， 搞到典禮當晚嘅片都冇晒。不過真係多謝香港旅發局帶個典禮嚟到香港，同好多新舊朋友飲咗一共31場 guest shift 57間酒吧嘅 cocktail， 真係飲勻全世界。今次如果大家覺得我做嘅攻略有用，記得俾個 like。除咗要多謝健康寶之外，仲要多謝酒吧界辛苦營造極致 vibe 嘅各位。等我嚟個精彩 recap 啦！終於呢個禮拜完啦！我為呢個 week 貢獻咗部電話。好啦，而家翻去瞓覺，拜。